日我前一所下呢，中国家看着查询最到点兵团队人了，那呢日我前中个民的照片从到黑就是，都是路在这年前把那种，别讲农闹些年空跟团队黑中个点呢，噶可能这把些，李祖把当如比用把啦，女把没特别觉得，别讲农闹些年空气，大律扎土推动土马你生活怎么些。1号链接呢是咱们这个风干牦牛肉干，确实人不多哈，5、6个人，我不紧张那是假的吗？肯定对吧？打不开了。这位朋友，您提的这个问题不在我这个知识范围的那个储备的范围内呀，我下来好好学习一下好不好？张玉霞如起来有呢，也人过面了，3年得给团练做了，9年3不么多。因为莫兰村呐，但呢人路全部细节。该下播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捧场哟。小张，你看这样的哈，刚才有粉丝朋友也提到了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你这边好像也不是很了解啊。这样吧，我跟某某局的一些专家老师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抽空。你也一起过去系统的学习一下，他们带到你了解一下整套流程啊、规程，然后让你也长一些履历吧，长一些知识。你看这样可以不？可以，我也愿意去学习一下。好，那我就现在跟你联系一下老师啊，看能安排一个时间之后再跟你对一下。4年的人的。这是严打起来的。严打老啊，这个冷的。呀，那齐秘书以后还有那个安东提嘛。大娃讲错呢，如其中心中猜测恰到下些锻炼者原可把当，拖着训练面把系列。我们今天去一下那个卡曼多乡嘛，那里有一点情况是牛病的事。大王老师，打扰一下，就是您今天有什么工作安排？我们今天准备去出诊，准备到卡曼多乡。那您带我一起，我去学习看一下那个牦牛那些相关的知识。可以。日我其中训练得快个公路前途也明白性比较难，大娃讲去拿卷看里忙不，所胸特别热娃教育。小六，站长，你学的什么专业啊？我学的那个动物医学。这个是你自己愿意学的吗？对，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小动物，所以说长大了之后才会选择这个专业。我当时想学的是工商管理，没学成，然后的话就是分配到那个江苏省畜牧兽医学校这一块，然后学了畜牧兽医。当时我的学历也好，反正能力也好，应该可以分到县里面，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想到，就是90公里以外的分到乡里去了，昌木里乡里。哎呀，当时我在这里翻车的，我们有10几个人徒步走到昌木里乡的，晚上3点钟左右到昌木里乡。吃饭的时候吓到您没？哎呀，肯定嘛，那特别吓人，真的。这个路特别难走，那时候去牧场里面去的时候，全部都是骑马嘛。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嘛。现在的话，那你看，不用那个骑马，可以开小车。地上真正恰最接连的接连人，原讲如比诺诺得通过查龙兄给他，俺这训练偏兵做电动卡扎他们。日不为诺诺的多跟吹的，训练普遍诺诺卡些月。但是那些的也没老的啊，也没老的，马赛巴给下送的面包，你给中少给送的面包，他就拿那些杂他的啊，可是干的。但是手的人家呢，拿着别的的可是干的为特别的远的的，这啥呢？但是干不着么？这人，罗瑞，站长，就是当年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个兽医专业这一块嘛？
主要是这边老百姓的话不怎么认可兽医专业这个。今天带着我去走基层，然后那些老百姓对你多热情的呀！当年我们下去的时候，就是兽医专业这一块的话，跟牛啊、鸡啊、猪这些打交道嘛，所以的话不怎么认可，而且是不怎么尊重。有一次我就下乡的时候吧，反正老百姓打招呼的时候，他也爱理不理那种。现在的话，反正老百姓的观念也开始慢慢的转变了，带来了好处。尤其是我们6级县的话，以牦牛为主嘛，所以的话，反正现在6级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认识我。只要把一头病牛治好了，老百姓高兴了，反正我觉得特别高兴，真的，比什么都高兴。里加拉苏比托米杜斯，大瓦讲起云路贴着黑家来，狼来贴着鸟牛只有没别，噶些人可能容个连人的啦，热头切巴些。大来巴起啦，人个人讲只得要么农业，大瓦讲起鸟牛忙不少特殊，龙我忙比这事，空啦只得显开着人个人月巴来，只能才能得巴当，继续得我难起那瓦些。哎，起正，这就是我的老师，徐正才。站着好拿着。大瓦讲起给给切胸菜里呢，大陆的滚落得着热啦，朝鲜托瓦苏着内月边，中度大点嘛热，给给这里碰点着得通忙把通的，大卫先康没修把住了。有一次，我的2个老师，我们3个一起出去，那时候没有车子，全部都是骑马，骑马的时候我们不会骑马，然后的话有一次我的老师他牵着我的马，就是下山去的，他走路，我骑着马，就这样下去的。那个牛病了嘛，然后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干，最后的话他那个顶了我一个，那个牛顶了我一下，反正输液的时候吧，他就是给我说了怎么跟牛接触，反正那个跟牛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先不要着急着，就是马上就跑到那个牛跟前，就这样温顺一点过去，然后稍微摸一下牛头部啊、颈部啊那些，然后的话它差不多安静的时候就开始诊断。大瓦讲起我这给跟着落地沙漠30周年了，落地沙漠了的呢，可能就比长隆小嘛些，下降的伊可啦日节就能往黑就得送，你懂这些路的，大瓦讲起用家把黑的这位国家中小娃些。这边呢，等那门腿呢，等那离家的了嘎的啊，离家的嘎呢，等那离家现在里面上就是上等那就都淘汰，你懂这个路也龙就的，大瓦讲出当空格留住那北京的所内，如前也挪闹的，终于先连太真着3圈吹到侬，也是学比来给侬说把些。你看这个呢，等你了，等那生考，这里也都干么人家生考是的打。对，打桥为了养超了，或养超了没什么人的，等那对养超才是等年代的呢，等山东的，等干么这么的。那跟团来呢，如前团来当不了叫嘛些，刘瑞大卫爷那些呢，托工的爹爹，训练偏把黑边，全身颠簸的头爷，大娃讲作业先把周围给约。病例要问，知道吧？病例问他那个，反正以前得过什么病啊，那些都问清楚啊，问清楚有没有得过病啊，还如果得过病，这用了什么药，那些都清楚，这就要问诊，就开始做那些听诊啊，还进一步检查。我们今天这个牛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病？那个螨虫，它直接其实这个很好治，就是用那个凡士林，清洗每天清洗1到2次，清洗连续4、5天的样子，它这个就好了，应该。然后其他的没有，看它体格健壮，还有精神那些还是可以。胸围是的1.6米，胸围1.6米，身高，
身高人高1.1米。1.1米。我们有参数的指标嘛？去年、前年以前量的那些参数指标，跟那个对比一下，有没有退化？看一下退化，检查一下这个方面。两种推广这个好做一点，以后的。这个是每隔几年测一次？每隔2年我们都测。噶的如果其艺术节多嘛门子，如果其弄那跟粗到长见的我，那把听一些。你懂这种路的，别让手用着学来请给吧，基础没意，那车比来着从中给，龙我蒙不了，才能研究当日边空些些节，如果其弄那个单位可点开些吧些。等俺身高体重呢，等那啥家见大给等那手点，压到点上，等那给啥家了，靠呢，等你给啥家给，就是为什么？等那你给肉紧张给。跟着牙给，等那得给，这巨人，巨的等样么没样的。等那年年，他你都讲没年小在落着一个呢，你给牙卡人吧给，等那你给装了这一个呢，等那2种推广着呢，等那着牙给，等那说啥为啥给，等那顶头你牙刀说啥给。等那给了牙膏给，吃家的，从那年些杂鱼啥的，等那看啥为病呀，看啥为病的。等那年这为个呢，等那你给肉鸡装，等那牙刀热牛，等那前年牙刀热了，等看啥什么着，等牙膏给，人把给手热了，等那牙刀热了，等一动给等那牙膏看啥比肉的来。3个这把来些，大约达到没随着大话就给动员。但是这种原的这个呢，都是熬拿的压的下了分着呢，来谈的呢。但这就是实在简单的鸟嘛样，要到的那鸟嘛样，俺这么你给在给他要到给，你给人家到，那这个给人把你嘛那，你给看完都想给农家给收养啊给，都有钱的，你看大山都是用的呢，都拿呢，10多的是。家的美国科瓦当，绿拉拉瓦卡布卷呢，路拉当朱塞苏，那刚是的扩充可拿，那得了扩充天巴热。大瓦讲起门得的，去来面比下着那个月在玩的，研究商业热。大王老师，为什么我看见就是像我们这一路走来那个山坡上那个草，就是感觉就是一坨一坨的，好像就是像那种秃了的感觉，不是草不是长得那么茂盛。这个可能与我们6旗县曾经过度放牧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人工种草了。这个人工种草的话，种植出来的，反正草的话，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牦牛吃了以后，反正挺好的。有了人工种草这一块的话，草场的压力减少了。如果你一定要感兴趣的话啊，我也可以推荐你一个人。谁呀？曲定干松吧。难得了，现在目前都俺家店主些了，娘看些件事，这。现在这边对其要么的当子黑切，想把种草业当主部有书记，曲定干松对到的现在要么些也没了，大人用日语。这个，俺给家人弄的长一下，俺给有不到了前面的大头就咱们的。曲德书记你好，你好。你好。您在干啥呀？有不个哪里的水南头的大的找的过大，大呢。在大路有不清楚查的。有不大也没查的。有不等我外甥按着了，大按着，大人我咱们人大结婚叫的了。第二个这餐你哪里的水来进土了嘛？哦，叫你说，哦外甥，这哪里的水都哦叫你来去解决嘛？啥的嘞？难的他这大陆南西人是我们那大啥，早个啥查到了。路节这样的，想把种草呢，种菜他们班就只有买比种草些些。去点个种地，没谁只用把接大的净土东一天呢，人把上路多些。
니동 제지로르 주된 가종 하사나 손에 텔렌 페이지에 소중라 슈바당 쇼모버 주네 해제 공기 매일 타지 잔된주 해나 조매 용바 제모 동터바마세 건가라 소시 통화당 시가 신주의 내된 토제 토지 자사 문도의 내된 중 토제 타바 해도숑 대외 주된지 대마토 조미 총체촌에 된던들라 주들 쉐바시에 주된 가정기 사시 고시个能的人在连续下的电气下面热的成家全部等热这么多空个三次让金肉素动机中短短的2把的热具比全身电不凶第节去电机嘎具比当初是特别些티 자카베 건나 다한 강화레지 공문 투숨자 티난출라 투자 공문 투든지 동아이 데도 묘레 具体个种个别政务，你懂记住了的，如其中个扎新电阻新入前两年的空女色做把些，的呢，中用者在因团结连年年的空托马因把嘛些，中错用者得从国的年的空弄说把些，现大东如其中是用的，人面具差别等来自空的些把些。 다게 야마마 마롱아 지마 테니 요코 시소나 자마 론데 볼레 테니 자마 론데 요코테 테니 론불리 달레 요코 미테나 테 안둘레जना 티타 탑데모 심치라 테니 트럭 데모 테니 체마 할레메루 테 심치 닝고는 녀블루는 먼저리 자와 티 텔테네 티 어탑 데헤 다제네 코어 레르 강아지서 첼레 오버 레처를 테서 라칼라 자 테니 깜도 골레 你懂记住了的，中错用机，连做些比人在用吧，光把你当这些东西俺家了什么当，龙就的多么拉大东全部给月。 자카베 지방 로타파라 순텔레레 데니 나케 지사 수마피에 타나 데니 사진 까치르니 다셔마다 땡나게 요포 자칼라자 요포라자 차르 니마텔 퍼 고조레 데리 티라니 쳔나 당오마 레카텔라 템제 톱티 마마마 솔라 핀토 야모레티사 쳔나 가칭침보 据点个种地，如其中个新竹区等这瓦些呢，些中个塔朗这些把些，想把中错业人咱连组织给着阶级是算都等呢，宁可这中东从艺术家没些讲，难得来用呢，人在一边，得从人啦，强要用把过日多年有把些。你懂你记录的，据点个种呢，别让手用中错等，训练天给普通学员，如么记录等把些。 明儿如期也能天天学用呢，培植学员们，热点做到张经第一线的海运对比些给那，推荐是从哪点呢？帮助将培植当，新促将培植海里全部团大些具，别比能些的空的，苏下三百股些连年些呢，甚至探出来几月了，得了三年考个这些别，俺是其他头把些给把人拿。 徐种这们这个太长了吧，分开来的话就好一点。哎，像小鹅吃的话，像啃嘎吱一样不好吧？哎，这你们可以改造一下，那个酱嘛，牛肉酱，哎，都可以多做一点，出来肯定有好吃的啊。再还有那个切小块的那个熟的那个卤的那个牛肉哦，再做一点嘛，出来也好吃，炒那个洋钱的。好的，好，非常感谢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啊，好，谢谢您。 别讲农些年功能，西路你懂这些路的嘴巴当，
但呢，如果去也弄这些比开类型比较呢，如果去也弄那个年抓了的呢，你就你给长不着关键些把些。文厂长，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俩刚才去市场上调研了一下，现在就是建议我们，看能否做两个新产品，一个牛肉酱啊，一个就是牙签牛肉，就是看在这一块上面能不能做一下研发，我们尝试做一下，然后顺便在做的过程中呢，也把我们张主播也带着一起弄，然后让他记录一下流程啊。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现在马上去搞了。火候好像有点不够，里边还是软的。烧了。好了吗？烧了。没有吗？里边也烧了。就照这样嘛。团在研究设备的过程中呢，属于热时空的用心，共建这些把了偏看还未忙不准备，热瓦一拉降月。物价加上邮费，就是导致价格高了嘛。现在就是想争取一下，给我们的顾客谋取一些福利嘛。我这边能给您申请到的是快包跟特快的9折。我们后期马上就准备开那个抖音直播了。如果到时候开以后，可能量会更大，可能就是说不止200单哈，可能一个月达到400到500，甚至更多。我刚好有一个 EMS 的促销活动，可以达到那个特快的5折。崔姐，非常感谢您这么大力度的支持了啊！您客气了，我们也是在履行那个国企的担当，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好，合作愉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试一个来试这个，这是文厂长今天刚做的。因为这个口味我刚吃了之后，很符合，就是像我们当代年轻人、女性这些，最起码是符合的。我感觉吃起来比较，怎么说呢，爽口那种。比较爽口啊！今天传完的一些样品大概用了多久了？样品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哇，那确实有点。人工时间比较长。那确实。这个外头挺好的。657牦牛呢，获得了咱们国家地理标志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657牦牛呢，是吃着那个优质的草，喝着咱们这个山泉水长大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发研究，就是人工种草。那个牧草长势好的情况下，比如说雨水充足，阳光就是也充沛的话，它那个牧草也能长到我这个身高一样高。棉花经济人民都拿给他们去呢，棉花穷啊，很多，这落在的，这个也么，他是那就好。这运动呢，对慢慢做的来干了，但是我们头这样教呢，也不容易。我们将以市场为导向，肩负起产业龙头应当的责任。恰吉达那，你都人俺落来的，如其中的闹些种卡中本生动，来那些呢些种些比卡中的，本你这日前来把下就这，忙把工人搭档扎通个的呢，闹跟团练热套准备，这也没那到给，门特点别在些些，例行错啊，娘正下就这。